地听候你。好，来，咱的这 PPT 是听候你第一站。无论朋友生分，但是你若摕姓氏，我看过来人摕姓氏咧唱，伊毋是写最后一个毋是含伫听候你，是属候你。吼，啊，无咱即摆就照 PPT 来。这可能较旧的，因为我的新版的是属啊，嘿啊，迄个属候你。无去改掉。对。好咧，不要紧，咱个第生分和本论朋友生分，咱照 PPT 来，吼，来第一只个一间。耶稣基督平候伫路边，孤单家己食饭，无人做厝边。听主耶稣，我也真孤单。无论朋友生分，含你分好你。第二站。耶稣基督想起你路边，风雨天地皆天，茫茫路相离。听主耶稣，我也真想你。为上帝可怜我，把你留想起。好，请咱安静准备心，上到人间拜主。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将手机关机，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着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是咱做伙来唱歌学罗上帝，圣诗266首，圣诗266首，请来咱着主唱歌，请起立。全能搁慈悲的上帝，愿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天父上帝，你是永活的主，世上的一切拢要显明你的荣耀。感谢你用慈悲仁爱来款待阮，互阮无因为罪缘故来灭亡。恳求主耶稣基督的真光照阮的内心，互阮通伫阿爸爸上帝面前来悔改。求你赦免阮的罪，赦免阮一切不义的罪恶。我嘛求你赦免阮伫过去的日子无下伫主教示的罪。上帝啊，求你帮助阮，当阮认罪悔改了后，无搁犯错。求你恢复阮，互阮有换心正直的心，心思意念拢注成伫基督耶稣。主啊，我嘛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互你。恳求你的圣神加灵牧师伫地，互阮伫牧师的讲道中，搁较来认捌主。即时，阮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启应文第62篇，启应文第62篇，咱同心来启应。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着有上款的心志，上款的疼心，和谐感情。一致的想法，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阮当着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贤。恁大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
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甲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世界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赐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骹头拢会跪拜。一声，一切罪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这是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27节。一大群人甲耶稣做阵行路，耶稣越过来甲因讲：缀我的人若疼家己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也过疼我，会当做我的门徒。无也家己是一个来缀我的，会当做我的门徒。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主耶稣要带咱来学习上帝，因所要行的诗歌是《云上太阳》。
吹水的歌声，诚做芳芳的坐到上帝面前。今日要为咱敬祷的是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服饰之路》第二讲，将时间交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咱真感谢主日的学生带咱来献唱迄个敬拜甲学乐。咱的主日的学生今仔日头段所吟的诗讲云上太阳。伫咧我第一遍听即条歌的时阵，我听开半部，即条歌对头到尾，拢敢若伫遐咧讲着美丽的关山、阴暗的山谷遮的，拢哪像无讲到其他的物件。后来我伫咧听一遍搁一遍，咱就会发现讲，其实即条歌伊有一个真深沉的意义伫咧迄个中间。尤其是咱拄好经过即个凯米台风就算风台加搁较大，迄个日头悠远，抑阁是伫咧迄个云的顶面。伊拄好咧讲起着上帝伊的迄个恩典，甲伊的迄个所要赏赐互伊的百姓的，迄个悠远，抑阁是伫咧迄个所在无有离开啊！咱真侪时阵，伫咧咱伫咧面对着咱的生命的侪遮困境甲难处的时阵，挑战的时阵，咱拢是上去互遮的困境、遮的挑战，甲咱规个绑掉咧。咱敢若看到迄个乌云大瓦伫咧咱的头壳顶，那亲像无远望。但是伫咧咱若继续伫遐来抬头来看的时阵，咱会看见讲，主伊悠远，抑阁是伫咧迄个所在。伫咱面对着咱的即个生命真侪遮困难挑战的时阵，伊的祝福甲伊的帮助悠远伫迄个所在，并无离开咱。就较亲像即个云顶的太阳共款，伊无改变。就算讲咱伫咧面对着咱的即个风台，甲咱透甲偌尼安尼凄惨落魄，但是迄个云顶的太阳悠远继续伫咧遐咧甲咱继续甲咱照。伊咧讲起着迄个上帝，迄个不变的疼。有当时咱伫咧面对着咱的迄个生命的迄个困境甲挑战的时阵，咱就规个敢若自信伫咧迄个顶面，煞袂去伫咧迄个面顶有一个更较大的迄个祝福伫咧中间。透过今仔日注意到的即条诗歌所献的诗歌，会通帮助咱，搁一届会通更较自信伫咧咱的主的顶面，互咱无因为咱所面对的遮个困境甲挑战，咱就受捆绑。咱是咱爱亲像咱遮个细囝因咧唱的共款，咱伫遐虽然面对困境、面对挑战，咱悠然献上咱的对主的感谢。就算讲咱抑阁伫咧困境的中间，咱悠然大声献上感谢。感谢啥？因为主会将遮个乌云甲伊拨开，咱就要看见迄个云顶的即个日头。伊悠远伫迄个所在，上帝恩典祝福悠远伫迄个所在，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献上满满的感谢。虽然阮伫阮的人生中时常会拄着一寡对阮来看，感觉亲像是恶担当的事，不管是病痛，是侪遮的事务，甲阮颠调咧，直到阮伫迄个中间，有当时因为阮的信心的软弱，直到阮袂记哩，阮需要搁一届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天调伫主，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安尼照着主耶稣的迄个款式，就算伊伫咧面对十字架的即个安尼挑战，伫咧伊的面前的时阵，伊悠远伫咧主你的面前来祈祷，伫遐讲主爸啊，若肯将即个杯离开我，
但是毋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主你的意思。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伫阮的人生中，阮伫咧面对困境的时阵，阮毋是干那只有恳求主将遮的困境挑战搬开，乃是互阮知影要安怎倚靠主来克赢遮的困境甲挑战。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会通倚靠主来克赢甲有春。愿安尼献上满满的恳求、祈祷、感谢，拢上过做出佢圣名，阿免。咱伫咧咱顶一次咱的即个分享的内面咱有去讲到即个服侍的道路顶面有5种的即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咱讲起到即个人物命事神即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咱需要倚靠着圣神耶稣伊服侍也是对灵来开始的吼。当圣神充满咱的时阵咱会通倚靠着圣神，毋若是对迄个服侍，毋但是讲对迄个服侍起点，搁较是咱迄个正确的迄个服侍的迄个一个方向。得着圣神就是对着上帝的心意。搁较倚靠圣神的一个结果，就是咱的迄个性命平安伫咧咱的服侍的过程内面，互咱会通安尼感觉满满的迄款的轻松，甲着迄个活力。搁咱伫咧迄个安尼谦卑甲得着迄个领悟的迄个关键，就是咱的迄个聪明，甲着咱的经历。永远无法度去安尼晓悟上帝的话语。若毋是耶稣伊的恩典，甲着圣神的做工，咱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领受去晓悟上帝的话。所以咱必须要谦卑安尼入眠闪思上帝的话，圣神才会通引带咱来进入上帝的话语。互咱的迄个观念来得到改变，观念改变了后，才会带来迄个性命的改变。咱的迄个性命才会通安尼得到迄个完全的复兴。佮毋若是干那咱个人，迄个毋是干咱个人的复兴，佮包括着迄个咱家庭要因为咱的复兴，家庭嘛要得到复兴。佮因为家庭的复兴。一个家庭、2个家庭的复兴，教会要伫咧中间来得到兴起。所以，咱要来分享着即个安尼即个服侍的即个道路的即5阶段内面，迄个第3个阶段就是即个命的阶段。即个命是啥物货？命所咧讲的就是生命。咱伫咧即个中间，咱要讲到即个。耶稣是咱的迄个模范，伊诚做咱的模范，诚做咱的榜样。迄个生命才有迄款的榜样，是啥物款的榜样？就是带来迄个生命的影响力。迄个头拄咱伫咧讲到即个服侍之路的即个5阶段，咱需要用倚靠着圣神的迄个做工甲引带。互咱有法度去晓悟上帝，这是一个真要紧、重要的开始。咱伫遐选择倚靠着圣神，照着上帝的心意，毋是倚靠着咱家己的意思。安尼，但是咧，迄个圣神的即个引带，甲着迄个晓悟上帝的话语，安尼迄个服侍，抑阁无够个。伊需要安尼。伊虽然讲会通互咱的迄个内在的信心伫迄中间来得到增加，对咱会通对上帝话来得到启示，但是咱阁需要将上帝话来化做迄个行动，来成做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是成做一个有气力的，毋是干那咱只有干那知影，咱有了解，但是咱却无法度行出来。如果咱也无行出来，安尼。咱所了解到，无法度成做咱的生命，安尼咱的生命犹原是一个安尼咱讲亲像软甲虾，安尼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咱的信心若
圣教导雅各书内面讲安那，讲伊讲信心若无有行为是死的。佮咱会通伫迄中间看见着，伫咧约翰福音第6章内面讲安那，讲赐活命的是上帝的神，肉体拢无功效。咱安尼，我甲恁讲遮个话是神是活命，所以咱就通看见，伫咧即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上帝话，毋若是干那是神，而且佫是啥？是生命，会要争取咱的生命。所以上帝话要安尼，互咱会通伫遐，互咱的心灵会通得到醒悟。诗篇第19篇讲，上主的律法完全，要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上主的命令可靠，要互迄个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迄个上帝话语的迄个要紧性，但是伊需要是啥物的？是需要有圣神的帮助啊，甲引传。佮安那要互咱会通得到快乐，会通互咱的生命安尼得到更新。咱迄款要互咱的生命来得到迄个改变。所以罗马书第12章讲安那，讲毋若互世俗毋通互世俗同化，要颠倒，要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伫咧华语讲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咱就会通看见，咱伫咧即个服侍的道路顶面，咱若是要安尼会通继续持续啊，佮互迄款咱的服侍是有影响力的，毋是咱的服侍毋是空的，是有影响力的。咱毋若需要有圣神的帮助，有需要去晓悟上帝话，咱阁需要进入伫咧迄个生命内面，就是要互咱安尼会通成做一个有影响力，也就是讲，咱有生命的迄款的，咱讲榜样，也是讲迄个模范典范，才有法度带来迄款安尼的影响力。安尼迄款的，安尼才有法度去吸引人的迄个迄个人，吼。迄个会有法度吸引人的，是伫咧迄个人伊的生命本身。咱无法度伫咧看见，就咱会像讲，今仔日咱伫咧礼拜中间，也是甚至咱伫咧网络面顶，咱有听见、看见侪遮的牧师的讲道等等遮的。但是，如果即个牧师伊家己所讲的，伊家己活袂出来，安尼咱听了对咱敢有帮助？敢有法度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真做对咱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咱需要透过安尼不断伫咧透过着上帝话语来甲圣神的引传了，互伊真正会通落实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当咱真正活出上帝话语了，人看见咱的生命，咱毋免加讲啥物话，人就要因为咱的生命来得到改变。因为看见你迄款的生命，伊会人的心内会讲啊，我要亲像伊安尼。咱今仔日咱用咱较近代的这基督徒的例，上直接的例就是咱过去以早。伫咧中部的即个贾伟牧师，贾伟牧师伊伫咧，伊毋是干那做牧师，伊阁是医生。伊伫咧安尼诚做医生，伊伫咧安尼，不管是伫咧宜林，伫咧埔里等等遮个地区，南投的地区，伊伫遐为着遐患者，伊讲我若迄当阵，伊拢是安尼车，原底本来是家己开车，安尼去伫遐，安尼去患者，安尼为着患者的缘故，伊伫遐安尼无眠无日，伊的休困的时间真短。为着的是，伊期待讲，伊会用早一个时间到，患者的病痛就会通得到减轻。所以，伊是安尼迄款安尼用着伊的性命伫遐咧付出。虽然罗马手
也因为伤过忝的缘故，至到伊怎啊车祸，伊是就像人安尼算讲伤忝，伫咧开车的过程内面怎啊安尼至到车祸来过身去。但是伊迄个性命怎啊真做迄个影响力，互侪遮个后来基督徒看起伊款安尼的性命。遮个一款医生的基督徒，因嘛伫遐来军队，迄款安尼的性命，就要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迄款的性命，去影响着侪人，安尼迄款的性命就会结出侪圣神的果子。所以，共款咱伫咧咱的服侍顶面，如果咱若要安尼继续。有迄款安尼影响力，咱毋若是干那需要有圣神的引带甲帮助，启发，互咱会通了解着上帝的话语。搁较咱需要进入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真做别人侪生命的迄款安尼榜样，才有法度带来影响力。所以，咱会通看见耶稣伊毋若是干那伫咧即个灵甲物的即个顶面的服侍，有缘伊共款用着伊的性命伫遐来服侍，伊的服侍内面毋若有圣神的能力，搁较着有上帝话语的迄个气力能力，互侪人因为安尼来伫遐来跟对伊。但是遮个人因伫咧面对着侪遮个考验的来临的时阵，咱会通看见的是啥物诶？是因侪遮个军队主的人。就来离开主，有无？亲像12个门徒伫咧当主耶稣伊去用狩猎，安尼去伫咧即个公会时阵，遮个门徒走到困境去。虽然有圣神的帮助，有遮个迄个因嘛晓悟那个主耶稣伊所讲的，但是咧因有缘。伫迄中面对着迄个考验的时阵，伊有缘离开着主耶稣，所以迄个灵甲五所带来迄个影响力，抑阁无够稳固，伊需要加上迄个生命迄款安尼影响力，就是有法度互咱的迄个服侍会通变甲搁较有根基，才有法度伫迄中间来得到持久。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也有讲起着，你要安怎互咱的迄个生命会通伫迄中间来得到根基，就是要互迄个囡仔听到这个话，搁去做的人，会要哪亲像迄个聪明的人，将厝起伫咧迄个石盘顶。所以耶稣伊伫咧十字架顶，伊用着伊的生命活互咱看，搁毋若活互咱看，搁安那？搁死互咱看，耶稣伊搁活了，使徒甲其他遮个耶稣，互耶稣的生命影响着的人，因伫遐来继续伫遐来效法着耶稣的即个榜样，甚至伊愿意伫遐来安尼讲摆上因的生命，因伫遐来效法，伫遐来学习。即款安尼的生命服侍，毋是迄种的理论的，嘛。也是讲，只有是干那启示，伊是用着迄个生命，诚做伊的咱讲榜样，伊的模范，诚做用着伊的生命来诚做见证。咱若讲开了，叫做是以命传命，甲以命换命。耶稣伊用着伊的命来换咱的生命，伊用着伊的生命来传达，嘛，互咱来得到耶稣迄个国外的生命。所以，咱对一个基督的这个信仰内面，咱毋若只有干那停留到伫咱迄个财物顶面的迄款安尼的改变，咱必须要带来迄款生命的改变，安尼至到互咱的生活伫迄中间来得到改变。咱用着咱的喙来伫遐做见证，咱挖靠着圣神伫遐来做见证，搁较是安那用着咱的生命来伫迄中间来做见证。如果咱的生命若无有改变，无法度诚做一个见证，甚至诚做别人认捌主耶稣的迄款安尼绊脚石，安尼咱就无法度来互人因为咱的生命所活出来，
伫迄中间来欢喜来军队。我过去我捌讲过迄一个例。伫咧我过去我咧服侍的教会一个长老，伊过去是伫咧中部的一个机械公司，金机吼，一个金机的公司伫遐安尼，迄个咧做，伊头开始的时阵，伊做即个开发部的迄个经理。伊伫迄个公司伊伫遐安尼有真侪。安尼做即个安尼伫遐安尼活出基督的迄款的款式。伊当阵伊嘛定甲我讲，因的头家吼，因的头家嘛是基督徒，怎样做真好的一个榜样吼，等等遮的。伊的头家甚至嘛安尼逐礼拜吼公司上班的时间全场停工，请着牧师来讲道。你也知影呢？迄间公司几千人呢，请着伊只要员工公司停工1个小时，伊爱开偌济钱，咱看做真好。但是即个头家后来，伊伫咧芦苇手伊安尼开始骄傲自大。了后，即间公司。芦苇手股份，伊是股票上市的公司哦，怎啊去互人买去？伊伫迄心中有侪毋甘愿，伊就伫迄中间请着乌道来公司闹，一个基督徒，你就算讲你经营不善，你就点点叫做讲迄个认赔出场，伊请着乌道来公司。伫遐闹，伫咧即个进前，公司还袂换头家进前，我教会即个长老伊捌甲我分享，伊讲伊公司即个头家的小妹是公司的财务，伊安怎伫迄个中间讲起着伊家己的兄哥，伊讲我因为我的兄哥的缘故，所以你莫甲我传福音。对我的教会长老讲，你莫甲我传福音，因为我看见伊所活出来，我无可能去教会。这就是以生命、以命传命、以命换命，用着你家己所活出来，要见证这个信仰。如果今仔日咱的信仰，咱所活出来是一个互人看做无好的，互人。伫咧认捌主耶稣、认捌上帝的即个路径内面，真做脱爱、真做绊脚石的。咱以后伫咧主的面前，伫咧主过来的时阵，咱要怎去面对？芦苇手即个公司头家后来变做怎样，我毋知。但是即间公司后来虽然讲因为换头家，但是我即个教会长老。伊伫咧迄个教会，伊伫咧公司内面有一个真水的迄种信仰的典范。伊伫咧迄中间，伊影响着伊的头家。芦苇手即间公司头家新的头家，就甲伊提升，后来真做伊本来公司头家要甲伊升做总经理，伊讲袂使，伊甲肯做甲副总，因为安那？做总经理，若经营无好势，时阵会向掠去关。哦，迄个毋是上要紧，上要紧是后来即间公司的头家，新的头家，伊就派即个长老去伊的其他的遮的经营不善，包括外国的公司，拢派去遐做整顿。伊相信即个长老，伊的即个员工。所做，因为伊的信仰所活出来，互即个头家完全相信伊，伊就伫咧迄个所在做真好，伫咧会讲即个公司，伊的各个分公司等等遮的，伊的遮的企业，即个头家的企业，伊手下所有的企业，因为伊来得到祝福。咱今仔日咱每做一个基督徒，咱所领受到的是后壁来喊的祝福。是迄个要
互万民因为咱来得到祝福的迄款咱的性命。今仔日，咱有法度活出迄款，咱有法度迄款，咱有迄款的自信，讲人因为我要得到祝福，人因为我要来得到迄款安尼对上帝来会恩典满满啊无。我感觉讲，其实上简单的咧，你好好去观看你家己的生活中，上简单的咧，就是你去不管你是去餐厅、去面摊，你去试看卖啊。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去到迄个所在的时阵，就算讲迄间面摊安尼原地本地无啥人，你去遐消费，你会发现讲，忽然有侪人来到你的身边。伫咧迄间店内面做消费，因为你的缘故，上帝祝福要临到伫迄个所在。咱是带着上帝祝福去到伫每一个所在，咱会讲我们是带着上帝的祝福去到每一个地方，人要因我们得福，人要因为咱来得到我们，所以咱是用着性命做榜样，用着性命来做见证。所以，咱毋是干那只有头脑来明白咱的主、咱的上帝，咱搁较安尼爱有迄个灵物以外，咱需要有迄个咱爱进入伫咧个性命迄款咱的阶段，互咱的性命改变，互咱会通活出亲像咱的主共款，搁会通成做侪人的榜样。所以，安尼咱要怎样来做？咱要安怎培养咱的迄款的性命？咱一个真要紧的，咱需要培养一个迄种无家己的性命，一个要互人得到祝福的迄个性命，是咱需要培养咱家己是迄个无家己的迄款的性命。迄个命就是耶稣的性命，迄个无伊所活出来是迄个看无家己的性命。迄个无家己的性命，其实无困难。当咱伫咧做每一项代志的时阵，咱所想到的，毋是干那只有想到咱家己，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咱干那想到讲即个安尼，咱所做有安尼，互主的名得到荣光啊无？咱所做有互教会，互咱所处的，不管咱今仔日咱的工作是伫咧学校，是伫咧公司行号。是毋是咱所做有伫咧中间来得到祝福？咱所做是毋是互咱的家庭得到应该得到的祝福？咱所做的，咱每一家迄段迄个无家己，咱敢若期待是人要因为咱来得到祝福。迄个咱所在乎的是每一家的咱的迄个选择，迄个看无家己的迄款咱的选择。迄个，咱讲看无家己就是啥？看无家己就是为着耶稣，为着别人，无为家己。迄款咱的性命，咱伫咧中间选择看无家己，就自然咱要活出一个无家己迄款咱的性命。咱伫遐谦卑，咱伫遐来选择咱舍己，因为谦卑才有法度来完全来放下咱家己。咱伫遐，咱无伫遐高估咱家己，咱转来到伫咱原底咱的迄个本位，咱的本位是啥物？咱的本位是咱是人，咱无法度伫迄中间伫遐安尼伫遐讲咱讲不管啥物代志临到伫咱拢是倚靠咱家己，咱乃是搁一摆转来到伫咱的本位，安尼做咱有法度做的，咱做成咱安尼主交托咱的，当咱人若伫遐谦卑，搁咱安尼加上咱对上帝迄款安尼无保留，咱讲对上帝毫无保留，咱伫遐选择舍己，安尼谦卑弃权，来互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掌权的时阵，咱就要伫迄中间成做一个迄个安尼要得到上帝所祝福迄款咱的性命。所以选择迄个看无家己，就会成做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咱伫迄中间，咱伫遐对咱的主毫无保留，为着要是互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
上帝要因为咱所做来得到应该得到荣光。所以，咱若要爱有迄款安尼的性命，咱迄个安尼讲毫无保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心态。上帝对咱会通讲是毫无保留，所以伊安尼无惜着家己的囝，伊伫遐为着咱正人伫遐来牺牲。所以，咱的主伊对咱犹原嘛是毫无保留。伊伫遐甘愿将伊的独生圣囝安尼赏赐互咱。耶稣对咱犹原嘛同款是毫无保留，愿意来将伊的性命来为着咱来舍。上帝爱咱，对伊嘛是同款，用着迄个毫无保留的迄款的心来去回应咱的主，咱的主耶稣伊对咱的疼。所以咱会通看见，就是门徒听到耶稣迄款安尼的教示，甲迄款的呼召的时阵，因是安怎？因犹原同款是毫无保留。伫咧马太福音第4章内面，耶稣伫咧呼召这门徒的时阵，因犹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伊伫迄中间安尼毫无保留来伫遐来跟对主耶稣。所以不管是对着即个彼得，甲着伊的兄弟安德烈，是迄个西庇太两个囝雅各甲约翰，因拢是共款对主毫无保留，就放下因，不管是因的梦，是因的希存，来跟对咱的主。所以，咱若得到上帝的启示，却咱伫咧中间，咱有所保留。是讲咱安尼选择性的行动，就较亲像咱伫咧圣经内面的话语真多，咱是毋是咱真正规本的圣经，咱听了，咱拢欢喜去存叹，是来，即句合我的，我来存叹；即句无合我的，安尼我就叫做视而不见。咱到底咱对咱的主的迄款的心是毫无保留。是有所选择。如果咱若是安尼的心态的时阵，咱所活出来迄款的性命，至到咱无法度效法主耶稣的迄款的榜样，咱就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成做主的学生。所以马太福音第10章内面讲安怎？讲迄个疼老爸老母赢过疼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咱意爱要得到性命，结果反倒丧失性命；为着咱的主丧失性命的，反倒要得到性命。就较亲像伫咧咱主耶稣，伊伫咧传福音的时阵，有一个安尼有钱的少年人来到伫主的面前，伫遐来。对主问起讲，伊要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永远活？虽然伊伫迄中间，伊讲起讲，伊有遵守着上帝的所有一切诫命，但是伊对主耶稣对伊所交代，伊是有所保留。所以结果就是，伊伫迄中间，伊对耶稣的回应就是安那，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伊的产业真多。迄个俗世的迄款的价值观，将伊家拔掉咧，伊就伫迄中间，伊伫遐安尼忧忧愁愁走。伊明明伊有产业真济，伊应该欢欢喜喜离开，敢毋是？伊是安那忧忧愁愁走，因为伫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伊家己所问的问题，伊要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永远活？主耶稣怎样甲伊讲？伊讲，你若要愿意做完全的人，去辨别你所有的，搁分互善良人，就要有财宝，安尼积资财宝伫天里，搁来跟对我。所以，咱会通看见，即个少年人，伊伫迄中间，伊虽然伊拥有侪产业，但是伫迄中间，当伊听见着这的时阵，伊爱放弃着伊所有的，伊爱将伊所有的来去分互遐个善良人的时阵，伊伫迄中间，伊心内有侪挣扎，佫毋若安尼，主要所讲啊，佫你爱来跟对我，
伫迄中间，伊开始有所保留。我要怎样选择？伊伫迄中间，伊选择悠悠悄悄来离开。所以，咱毫无保留是一个，咱讲是咱讲一粒迄个毋惊死的迄款咱的心志，来跟对咱的主，咱的上帝。佮要爱迄个耶稣信，迄个赢过一切，直到甚至伫咱的迄个性命，伫咧路加福音第14章，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内面安怎讲？讲无论啥物人到伫我遮，若无听我赢过家己的父母、某囝、儿女、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就无法度来做我的门徒。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咱过去分享的内面，但以理因为伊毋惊死迄款的心志，伊对上帝毫无保留，伊伫遐欢喜来顺服上帝的对因当时是因的迄个律法顶面的迄款安尼要求，直到人对伊的性命内面看见迄个安怎，迄耶和华永远存在。伫但以理书第6章，王罗马手因为但以理甲着伊的3个朋友所做，伊伫遐较赢着即个王原底本地的命令，王就伫遐来安尼发出迄个旨意调命，讲安怎？讲我所统合的全国的人民，拢爱伫但以理的上帝的面前安怎战兢畏惧。因为伊是我的上帝，一个外邦的王，伊伫遐来宣告，但以理的上帝是迄个我的上帝，是永远永远存在，伊的国度永远不败，伊的权柄永存无尽。咱想象咱若去看到但以理书，咱就通看见，即个大流士王，伊是原底本地会通讲是一个真嚣摆的。伊伫遐非常伫遐咧骄傲自大，但是后来伊经历到即个但以理所信的迄个上帝，带领伊安尼赢过迄个烈火的迄个火炉。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来宣告上帝的主权，伊宣告上帝迄个属性。所以咱就会通知影，咱需要的就是不断伫迄中间。若有人，若要爱人对咱的性命看见主耶稣，咱就必须爱伫迄中间不断伫遐谦卑、弃权，安尼毫无保留伫遐来选择着，安尼用着一个看无家己顺服咱的主，活出迄个无家己的迄款咱的性命。如果咱要怎样安尼来去衡量咱？所选择的迄个舍己是真正是完全的舍己，迄个舍己。选择舍己，就介在伫咧，咱到底咱是毋是真正为了耶稣，为了别人，无为家己？因为当咱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的时阵，咱就有满满的喜乐。因为咱所活出来，当咱所活出来。咱能想象讲，你伫咧你的性命内面，若有侪的苦毒、侪的苦痛，安尼咱需要去反省，咱所做到底是为了咱家己，是咱所做真正是为耶稣、为别人，无为家己。迄款咱的性命，才有法度带来迄款的影响咱。如果咱若无喜乐，就表示咱伫咧咱所行所做顶面，咱需要去选择。看无家己，咱伫咧咱每一工咱所做的看天想讲神的顶面，咱每一届你所看、你所听到、你所想的，甲着你所讲的、甲你所行的，咱拢面临选择。当咱伫遐来选择咱所做、咱所看的一切，正的，咱拢选择迄个看无家己，咱伫遐看无家己来看无家己来听，咱就法度伫遐看无家己来伫遐来想，来伫遐来讲，搁较咱有法度伫遐伫迄个中间，咱才有法度真正活出一个迄个
看无家己会行，咱就要活出一个看无家己的迄款咱的性命。就咱伫迄中间，咱要活出一个满满的迄个喜乐的迄款安尼的性命，甲人生。所以，弟兄姊，迄个咱讲看无家己内面的迄个看甲听，并毋是咱挖靠着咱家己的迄个能力，甲着咱有法度去做啥物款的努力等等，正安尼，乃是咱对迄个圣神对灵来开始。伫迄中间，咱透过着圣神的启示、圣神的引带，咱来晓悟，互咱会通有正确的看，甲正确的听。就咱要活出耶稣的迄款咱的性命，用着迄个咱的迄个性命来去服侍，就要有满满的迄个果效。是因为耶稣的性命吸引侪人来到伫伊的面前，所以咱就会伫迄中间活出主耶稣的迄款咱的性命，就甲亲像约翰福音内面所安尼讲起着的，约翰福音第12章讲安那，讲主耶稣讲，我对地上受举起的时阵，会吸引万民来归我。咱若将主耶稣迄款无家己的性命，伫咱的性命内面来活出来，咱就要吸引侪人来到伫主的面前，毋是来到伫咱的面前。今仔日我毋知影讲，咱毋知有去注意着无？今仔日有侪人，当伊伫个对人来伫遐来分享，伫遐来分享讲欢迎，请你来阮的教会，阮的牧师足厉害，足够讲道的。请问咱到底是将人引出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是来到伫咱的天父的面前，还是来到伫咱牧师的面前？牧师伫咧这个所在，真正我足在意这个，因为咱所活出来是需要活出咱的迄个性命，引带人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毋是引带来到咱的头前。咱讲搁较好，咱无法度活出一个迄款的性命，互人来跟随的时阵，迄个性命是无有路用的。咱只有咱真正会通活出主耶稣迄个国外的性命的时阵，咱就要吸引人，人看见咱，那亲像是看见主共款，咱就知影，因为咱有启示，搁安那咱做会到，咱就会伫迄中间来学习主耶稣的迄款的款式，咱伫遐谦卑弃权，安尼无保留，伫迄中间来行主耶稣伊对咱的迄款的教示。咱就会伫迄个中间来得到主耶稣迄个国外的性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安尼分享，咱会通搁好好来检视咱家己的性命。咱真正咱伫咱的所有一切的看，咱的听，甲着咱的想，甲着咱的所讲的，以及咱最后咱的所行，咱真正是毋是有活出主耶稣迄款的性命？恳求主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好来反省思考，各怪咱煞只，咱要活出一个满满主耶稣的迄款安尼有迄个主耶稣迄个国外咱的迄款性命的迄个生命出来，互人看见咱的性命，伊爱来跟随，伊爱来甲咱共款领受上帝伫咧创世以前就已经定着要互咱的迄款咱的祝福。所以咱会通搁一届来回想咱头拄所分享到的，服侍5个阶段，人物命事神中间迄个命的阶段，到底咧代表什么货？咱伫咧咱的生活中，咱有活出主耶稣的迄款安尼影响力啊无？第二，耶稣的性命为着咱安尼立下什么款的模范？所以伫咧十字架顶用着伊的性命。活互咱看，搁死互咱看，安尼咱要怎样来跟对咱的主？搁咱要如何来培养一个看无家己的性命？伫咱的生活内面，倒一项代志，互咱真恶地来安尼放下咱家己，来安尼讲
倒一项代志，咱真恶伫来伫遐看无家己。咱要怎样来衡量咱有选择迄个看无家己？恳求主圣神帮助咱，咱头拄有讲起着，咱要怎样来互咱会通活出一个看无家己的性命？愿主圣神不断来引带带领咱，互咱过来的性命会通有满满的喜乐来充满伫咱的心内，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透过阮所对主你所领受你的话语，主你搁一届真做将这个话语会通落实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真正会通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就是有满满主你的迄个模范，因为主你活出迄个看无家己，来互天父来掌权迄款安尼的生命。主，阮也要伫迄个中间来效法主你的迄个模范的榜样，伫迄个中间来安尼弃权，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伫阮所做一切，阮的所看、所听、所想、所讲，以及阮的所行，拢会通有满满主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愿你成就你的心意，伫你所有的众百姓的生命中间，愿咱来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83首，圣诗83首，耶稣基督天后，请起立。无人做出边。
当心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亚岛人来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五阴府，第三日你相中告我上天。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殿，伊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是咱来奉献，请李恩清执事甲方美珍执事来书献。请起立。慈悲跳窗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阮教业的恩典，带阮伫即个神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即马，阮要用谦卑甲感恩的心，提出你赏赐的淡薄来做教会的路用，求你圣化建立。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即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伫路加福音14章26节，咱做伙来读。对我的人若听家己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也过听我，袂通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即是咱来报告，伫报告的内省，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吗？玉祥的爸爸吼，是不是？哦，好，这个。玉祥的爸爸。有，玉祥的爸爸是。是，好，我们谢谢。我们会后再一起交易。好，我们一起来看报告事项第一项吼。本主日第2堂礼拜了后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参加。
第二点，下主日是父亲节暨台湾女子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学院要派院长庄淑珍牧师来请安敬祷。当日嘛是和那个学堂的礼拜吼，早起9点半，伫遮嘛先预祝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礼拜了后嘛有爱餐，请兄弟来参加。第三点。8月18日下顶午10点，伫宜兰市中山国小小巨蛋有举办一场由宜兰教会发起的宜兰市教会联合奋兴培灵会。小会已经接纳当日本会礼拜要改做参加即场的奋兴培灵会。主要有小朋友的部分呢，伊顶午9点伫中山国小的视听教室有儿童乐主日欢聚。当日本会会友请家己来前往参加哦。本会就无特别搁安排礼拜。一个是肢体消息的部分，有一个活动，甲灵修会，请咱家己来过目，若有兴趣的，请相关的人员来报名参加。下礼拜要释放的名单，甲顶周聚会概况，阁有会计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若有错误的，请同工反映。以上，无书者。他在迄个报告的事项内面，那像有一个是拍毋着。迄个咱8月18迄天，迄个注意到的学生吼，一样是上午10点，跟同步啊，应该是同步的时间。伫咧迄个迄个小巨蛋因迄个中山国小的视听教室吼，有一个那个儿童乐主日欢聚的迄个活动。我头想，我头拄就明明是上午10点确定啊。我再确认一下，请等我一下吼。因为我来看头拄迄个回复的内面，对，确定是10点吼，所以请咱家己迄个周报遐再帮忙改一下。好，咱即时来看本周的大道的事项。第一是为着骊山庙姊妹求主为伊备办一个离遮较近的学校吼。第二点是房明松的弟兄求主为伊备办一份较稳定的工课。第三点是为着林文科弟兄暑假的期间求主也是供应因全家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第四点是为着路人节弟兄求主会当供应伊福建的时阵的逐项的稳定。第五点是为着林美玉姐妹。求主，互伊身体会当慢慢适应人工关节即个部分。只是请咱同心来开嘴，为因来祈祷。天父上帝，最近台湾受到凯米台风的直扑登陆的影响，全台湾发生侪侪灾害甲损失。阮为着所有受灾的百姓来祈祷，主啊，你是赐下平安的上帝，求你施阮的手，保守全台湾，帮助受灾的百姓会当紧紧恢复因的家园。
有受伤的主，你亲自医治安慰因的心。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照着你对阮的疼，互阮生活伫即块美丽的土地，收束互阮一切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人有罪，滥用你的恩典，因为过度的使用、开发、浪费，造成环境的破坏甲毁灭。阮搁一摆重新来反省。即时，阮也为着设到70周年的建堂来祈祷，求圣神引带，互教会每一个人甲建筑师有圣神的光，互会友的之间有合一的意向，来起造一间合上帝欢喜的圣殿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主保守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看顾每一个人的需要，也特别看顾李三苗姐妹、房明松弟兄、林文科弟兄、杜仁杰弟兄、林美玉姐妹因的需要。求主保守每一位姊妹有主内平安甲喜乐。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咱做伙来吟诗，圣诗386首，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满心感谢你，答阮领受主你的话语甲教示，愿你的神不断伫阮的生活中来引带阮、激励阮，互阮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互阮看、听了，互阮会通每日善思主你的话语，搁来宣讲主你的话语，也行伫阮日常的生活中，互阮所活出来的迄款的生命，真正会通落实。来会通活出主你迄个国外生命，来见证主你的名，互侪人因为阮所活出迄款咱的生命，也来受得到影响，因的生命也要来对主你领受你伫创世以来，原底本底就已经要施恩赐福定着赐福伫阮的顶面的遮的恩典赐福满满，互阮会通来诚侪人信仰的典范。互人因为阮的生命活出的迄款生命，会通来安尼影响搁较侪人。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这是咱用祝福这条诗歌，咱彼此来互相祝福。
做所讲，愿上帝听，今日咸日啦。愿上帝平安，今日赐福咱。愿上帝平安，今日赐福咱。愿上帝